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平安，歡迎返到嚟講廣東話嘅天主教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位好重要，但又可能唔算太廣為人知嘅天主教聖人——聖安博主教。如果你有去過米蘭，或者對西方教會歷史有興趣，你大概會聽過佢個名。但佢究竟係點樣嘅一個人？點解佢會被稱為教會四大聖師之一？佢一生又經歷過咩風浪？我哋一齊嚟睇睇。聖安博又名聖安博羅爵，大概喺公元340年左右，出生喺而家德國嘅特里爾城。佢出身好唔簡單，係羅馬望族，爸爸係高盧之虎，可以話係官宦世家。不過佢細個嗰陣，爸爸就過咗身，媽媽就帶住佢同家姐返去羅馬生活。喺羅馬，安博接受咗一流嘅教育。佢細個就好聰明，尤其精通希臘文，詩詞同演講都好出色。大個咗之後仲做過律師，喺法律界都幾有名氣。所以佢唔單止係一個聖人，其實仲係一個學者、一個演說家、一個詩人。到咗370年，佢大概30歲左右，就已經被華倫丁寧皇帝選中，做咗利古里亞同愛米里亞兩省嘅總督。總督府就設喺米蘭。你諗下，30歲出頭就已經做到咁高職位，管轄嘅地區又重要，真係年少有為。聽講佢上任之前，有人同佢講過一句說話：你管理人民要似主教，唔好似普通總督。呢句話好似一個預言咁，後來真係成真咗。到咗374年，米蘭嘅主教重缺，要選新主教，但當時教會內部有分歧，一邊係支持正統教義，另一邊就係亞略派。呢個派別唔承認耶穌同天主同等，被視為異端。兩派人喺主教座堂度爭執得好激烈，差啲打交。當時作為總督嘅安博覺得咁樣落去唔係辦法，於是親自去教堂安撫大家，叫大家和平啲、理性啲去選。正當佢發緊言嘅時候，突然間有個細路大聲嗌咗一句：安博主教。就係咁，全場好似俾人點醒咗一樣，一呼百應，個個都覺得係喎，安博嘅人品、能力、聲望都係最適合做主教嘅人選。安博當時嘅反應當然係極力推辭啦。佢係總督喎，又冇受過神學訓練，又未做過神父，點可以做主教？佢仲寫信俾皇帝，希望皇帝幫手推咗佢。點知皇帝覆返佢話：為咗教會好，你應該接受。安博試過匿埋喺朋友屋企，但係每次都俾人揾到。最後佢知道呢個可能真係天主嘅意思，只好接受。喺374年12月7號，佢被祝聖為米蘭主教。呢一日後來就成為咗佢嘅瞻禮日。嗰年佢只有34歲。一做咗主教，安博嘅人生徹底改變。佢將自己所有嘅財產、屋企嘅家私、動產、田產、房屋，大部分都捐咗俾慈善機構同教會，只留一小部分俾家姐馬塞利納。佢連自己嘅爵位都讓咗俾細佬。跟住佢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瘋狂讀書。因為佢知道自己神學底子唔夠，於是潛心研究聖經同教父著作。冇幾耐，佢就成為一個學識淵博、講道好吸引人嘅主教。佢嘅講道後來影響咗好多人，其中最出名嘅就係聖奧斯定。聖奧斯定都係因為聽咗安博嘅講道，深受感動，最後歸依天主教。安博嘅生活變得異常刻苦，謝絕應酬，一日到晚都係為教友服務。教友無論幾時有困難，都可以去揾佢，所以人人都當佢好似父母一樣。聖奧斯定後來回憶話，每次去揾安博主教，佢間房都坐滿人，有時等到冇耐性，只好靜靜雞走人。安博做主教期間，最大嘅挑戰之一就係亞略派異端。
佢對呢個派別嘅攻斥可以話係不遺餘力。嗰時米蘭城內其實已經冇幾多人信亞略派，主要係一啲鄂特人同宮廷裏面嘅官吏仲支持。有一次，加拉星皇帝對亞略派教義唔係好明，請安博解釋。安博就寫咗一本有關信德的問題，清清楚楚咁剖析亞略派錯喺邊。佢用嘅邏輯同文筆都好犀利，令人信服。但真正嘅衝突發生喺皇太后茹斯蒂納身上。佢係亞略派嘅支持者，竟然要求安博交出米蘭嘅大聖堂俾亞略派教徒用。安博斷然拒絕。皇太后派兵想用武力接收，點知啲士兵好尊敬安博，唔肯聽指令，反而去聽安博講道。民眾亦都好激動，團結起嚟保護聖堂。喺呢場危機裏面，安博好克制，叫大家唔好動武，但立場就好堅定。佢講咗一句好有名嘅說話：我講嘅係一個主教應該講嘅話，我做嘅係一個主教應該做嘅事。皇帝中意點對付我就點對付我。納巴唔肯交出世襲嘅葡萄園，我點可以交出耶穌基督嘅產業？最後，皇帝同太后見眾怒難犯，只好退讓。安博贏咗呢場仗，唔單止守住咗聖堂，更守住咗信仰嘅純正。安博嘅另一面係佢好能夠實踐愛德。當時鄂特人入侵，擄走咗好多士兵同平民做俘虜。安博知道之後，就發起募捐，甚至將教堂裏面嘅金銀器皿融化賣咗，用嚟贖翻啲俘虜。有人質疑點可以變賣聖器，佢就話贖回俘虜係更大嘅功德，救人緊要過保住物件。佢亦都好勇敢咁批評權貴，甚至皇帝。最出名嘅一件事發生喺390年，當時德薩洛尼有個好有名氣嘅馬車車手犯咗罪，被總督拉咗。競技場表演嗰日，觀眾見唔到個車手，就暴動，仲打死咗總督同幾個官吏。當時嘅皇帝德多薩好嬲，派軍隊去競技場屠殺報復，結果殺咗成7000人。消息傳到米蘭，安博即刻發公開信譴責，要求皇帝做公開補贖，否則唔准佢入聖堂領聖事。你估下點？皇帝真係服從，披上苦衣，公開懺悔。呢件事成為歷史經典，顯示出教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就算皇帝犯錯都要承擔責任。安博唔單止係個行動派，佢對教會文化嘅影響一直流傳到今日。佢好重視禮儀同聖樂，自己寫咗好多聖詩，又改良咗唱聖詩嘅方式。今日米蘭教區所用嘅禮儀就叫做安博禮，就係源自佢嘅影響。佢嘅著作亦都好豐富，包括聖經注釋、神學、倫理學、講道集等等，所以後世將佢同聖奧斯定、聖熱羅尼莫、聖額我略一齊列為教會4大聖師。佢嘅文筆優美，道理純正，成為西方教會好重要嘅思想資源。到咗397年，安博已經病得好重，但佢依然堅持工作，甚至仲口述緊注釋聖詠。有一日，佢秘書保利諾見到佢頭上出現一個火焰形嘅盾牌，慢慢降落到佢口裏面，然後消失。之後安博塊面變得好似雪咁白，秘書嚇到寫唔落手。冇幾耐，安博知道自己時間就到，但好平靜。有人希望佢可以活下去，為教會做多啲，佢就話：人嘅生死由天主決定。我唔怕死，因為我主耶穌係仁慈嘅。最後喺4月4號嗰年嘅聖週五，安博舉住雙手做十字聖號，口唇微動祈禱，安然離世，享年54歲。佢嘅葬禮喺復活節舉行，後來遺體就安放喺米蘭大堂祭台下面。睇完聖安博嘅一生，你會覺得佢真係一個好立體、好有魄力嘅人。佢從政壇高層轉換跑道，全心做主教。佢對抗異端唔妥協，
但對弱勢同俘虜就好有愛心。佢敢於批評皇帝，維護公義。佢又透過聖樂同著作滋養咗整個教會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信仰唔係離地嘅，而係要喺具體嘅生活同社會責任入面實踐出嚟。無論你身處咩位置，都可以透過良心、勇氣同愛德去活出信仰嘅精神。如果你鍾意今次嘅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。一個小小嘅讚好同訂閱對我嚟講都係大大嘅鼓舞。多謝大家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，天主保佑，再見。